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， 又到咱小解语序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今仔日出门，骑乌托邦要去邮局寄物件的路呢，远远就看到青灯变红灯，我若无咧赶时间，骑车是拢慢慢咧扫。迄时，我就甲档仔轻轻喊咧，互乌托邦豆豆溜到红灯骹才停咧。我若咧等红灯的时，足够想东想西乌白生。即摆去想着讲，即个喊咧，阮祖囝因敢会晓讲，敢知是啥意思？轻是我若咧写小书店的稿，要经意思，真侪拢是以阮囝因在做标准。因若袂晓，我就真有可能捡起来和各位朋友分享。即个函咧，就是轻轻甲物件固定好条，互伊会当暂时维持咧。即款方式，咱就叫做函咧。像台日大书店的例句就是：函咧就好，毋通白伤颜。就是咧讲白互零零啊就好。阁有几若种情形嘛会当讲函咧，像咱头起先讲的档仔函咧，就是一个咧。函咧就是莫甲档仔订到底，是一种小可订咧尔的感觉。阁亲像老车歹发，就是爱甲油门先吹小看函咧，就会较好发。门嘛会当函咧，就是讲咱要甲门关甲安安，关甲门扩一下，门锁阁夹一下安尼，就是甲门关甲敢若有关的程度就好。阁有留一项咧，亲像咱若出门摕一个物件，就随阁要入来，门一般就是焊的尔。锁螺丝嘛会当焊的，就是讲咱咧锁的时，若有几人的螺丝孔爱锁，咱一般会逐支拢先锁一挂，无吹到底。等甲咱确认讲安尼甲锁落无问题，袂去互锁甲歪去，咱才逐支拢甲锁到底。头前迄个先锁一挂的动作，嘛是讲焊的。即个焊伫台语内底真定会用到，一个简单的字就会当甲复杂精美的意思表达出来。这表示即个语言有经历过长时间的文化累积甲演变，是一款真成熟、内涵深佮高的语言。所摆若台语讲惯势的人，有时会直接甲含倒入去华语讲。凡世各位，有哪嘛捌听人讲过油门含一下？我摕即几字去甲Google，阁有抄到笑亏通看。这有哪算是台语去影响到华语的一个例啦？若有趣味的听众朋友，嘛会当家己去抄找看卖咧。台语就是遮尔啊好的宝贝，咱就毋通甲放互无去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过来哦。